同各位師傅一樣啦，先做一個上香俾我哋宗師乃克隆東師傅。好，兩位可以過翻嚟我呢邊啊。首先企喺葉師傅面前先啦。好，跟住落嚟咧就係呈拜師帖啦。我哋有請我哋嘅工作人員可以俾兩個拜師帖，我哋兩位子弟。好，我哋上一個位咧就係今日金金透光，乃信義之金，五火得空，乃明堂之火。弟子宣讀拜師帖，天地為證，日月為監。弟子梁敦南，虔具丹城，稽首再拜，太拳金華宗師葉問龍夫子門下。今夕天運丙午年2月24日，戌時吉刻，天地交泰，生存火燭，自入師門，誓願。好，兩位子弟跟住我，跟住我一齊讀一句，你就讀一句啊。敦南同埋子康一齊讀啊。尊師重道，有愛同門，勤學苦練，承傳弘揚，一日熱門，三生有幸，繼承之日，光耀師門。好，超過天地神靈，兩位靈修導師，呢個係宗師在前，師慈立後，永係師徒之盟。咁我要跟住你哋講上，弟子梁敦南後上。弟子張子康叩上。好，我哋再俾啲